我只是要你约他看看电影、吃吃饭，别老一个人躲在实验室里。我有一起看电影的女孩了。真的？哎呀，难怪我看你最近气色挺好的，还老傻笑。原来一声不响的谈起恋爱了。我以为你这辈子就只会跟工作谈恋爱。哪家姑娘？她姓冯。姓冯？冯家做什么的？这商界好像没听过姓冯的。其实啊，我也不知道她家到底是干什么的。冯姑娘多大了？什么学历？做什么工作？妈，你看把你着急的。哎呀，我儿子第一次谈恋爱，我当然着急了。冯姑娘漂亮吗？漂亮。比那个芬妮如何？光气质就比芬妮好。哟，我儿子的眼光肯定不会错。那当然了，我是您儿子嘛。爷，谈起恋爱嘴巴都变甜了你。什么时候带回来给我看看？行，没问题。回来啦，辛苦了。小凤，你看你这腿刚好一点，我不是和你说了吗？让你少运动，多休息，你怎么就是不听话呢？哎呀，我都没事了，我不是想早点见到你吗？今天辛苦了。我们先喝一个。吃饭吧。叶佳。啊？今天猪猪来了，他跟我说，李欢可能病了。李欢病了？我想，这样吧，一会儿吃完饭我们去看看他，好吗？行吗？小凤，我和李欢呢，虽然有些不愉快，但我毕竟是医生，去看看他也是应该的。再说了，他不是病了吗？他病了，就不会欺负你了。谢谢你。快吃吧，吃完饭我们过去。李欢，李欢，李欢。李欢，李欢，李欢，你怎么样了？小凤，小凤，先别着急，我给他看看。他发烧了，又醉晕了，空腹喝酒醉上身了。那怎么办啊？你先别着急。怎么样？实在看不出李欢和现代人有什么区别。你不是说他是千岁老妖吗？完全是一个正常的男人。可是仔细看看他头发的发囊，却明显显示他是千岁以上的人了。你不会是想拿他做实验吧？他不会同意的，他最怕别人知道他是古代人了，怕别人把他杀了做解剖。小凤，我只是好奇，想弄清楚
他是不是长命百岁，但是我也担心他的身份暴露以后会被当成实验室的小白鼠。毕竟，这个世界上野心家太多，富贵的、位高权重的人总是想长生不老。即便不杀了他吃唐僧肉，也免不了被抓进实验室，当成长生医学的研究。天哪，太可怕了！小白鼠，一家，你可不可以不要研究它啊？小风，我只是说说而已，怎么会那么做呢？叶家，就只有我们2个人知道他的秘密，我们不说，别人就不会知道的。放心吧。先给他把药吃了吧。来，真希望他能早点好，估计找几个美女来陪着他就会好的。小风，这不公平。你为什么不希望有很多美女陪着我呀？想得美！真要杀了你！李欢，杀了你！哎，李欢，杜吕，别动，别动啊！真要杀了你！你别动，好好休息。小风，今天就和李欢做个了断吧。我在车里等你，记得把钥匙给他。李欢，你以后别再找我了，我现在跟叶佳在一起。你现在跟他住一起吗？嗯。他对你好吗？很好。芳芳，我送你一件东西，你一定要收下。我答应过送你这件衣服，我第一次送你东西，希望你收下，就当是朋友送的吧。我不要。你一定要收下，不然的话，我终生都会不安的。
这里面有10万块钱。我不要。我所有的东西都有你的一半，这是我们共同的财产，里边有你的稿费，还有我的片酬。你的东西，我不能要。我所有的东西都有你的一半，哪怕以后是100万、1000万，也都有你的一半。你这是何苦呢？我们连朋友都做不了了吗？我答应过你，我说我会努力赚钱，将来我会成为中国首富、世界首富，我一定可以做到的。你答应的事情，你都能做得到吗？我做得到。你干嘛要装出一副情种的样子？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又能记得对女人的承诺了？当初你答应冯妙莲，立她为皇后，结果呢？你把她打入冷宫，又打她又欺负她，这些你都忘了吗？演戏演多了吧？以为自己真的是情圣了，是吗？你要做戏，就做给冯妙莲看，不要做给我看。我和你，对吧？没有。啊，好的，谢谢。哎，你看，那不是李欢吗？三弟，大哥，你这样要到什么时候啊？三弟，你帮我找到峰峰好不好？我找不到他，你一定可以找到他啊！好，我帮你找，找到了，然后呢？就你现在这副一蹶不振的样子，别说是他了，我都想踢你。也不，你别管，你拿个镜子照照你自己，邋里邋遢的。哎呀，如果一个女人把你折磨成这个样子，那我叶波真看错人了。李欢，你和冯峰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大哥，人必先自爱，而后人爱之。这话可是你教我的。三弟，好，还当我是三弟？那三弟就请你别再折磨你自己了。这张银行卡是我来到这个世界跟芳芳生活的缩影。他不肯要，我也不想拿着。三弟，我先存在你这儿，等我整理好自己的心情，再找你要。好，我帮你收着。
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女人，也敢和我的儿子在一起。看来我要亲自去看看。小凤，辛苦了。今天你做的饭，我来洗碗。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大家都有分工的。真乖。哎，小凤，肯定是我妈来了，走，快。啊？一哥哥。佳妮。妈。您来了。你新请的保姆啊？啊，小凤，来。妈，这是小凤，是我女朋友，我跟您提过的。小凤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妈。伯母好。这位是佳妮，上次你见过的。你好。这位是我表妹珊珊。你好。那妈，我们进去聊。佳妮，快走吧。怎么了？别怕，有我在。哇，叶家，还是你这舒服啊！唉，这回啊，我要多住几天了。妈，您就安心住，我和小凤会好好孝顺您的。哎，佳妮、珊珊，你们两个趁着周末啊，也住几天吧。好啊，这里空气这么清新。空气再清新，也比不上你们林家的别墅大呀。我们家别墅再大，也比不上您跟叶哥哥的好。你就知道哄我。叶家，哎，这个珊珊跟佳妮没有来过，带他们到园子里去逛逛，我正好可以跟冯小姐聊一聊。好，小凤，我妈是专门来看你的，你陪我妈聊一聊。啊，妈，那我们走了。表哥，我们走吧。表哥，你妆这么漂亮，以后我跟佳妮姐姐可以经常来了。好啊，这边的花真漂亮。以后没事你们就来玩。好的。哎，快看，那有秋千哎，我们去玩会儿吧。好。冯小姐，你父母是做哪一行的？也许有人能帮我们的忙，找到我们要的东西。谁呀？李欢。乌鸦变不成凤凰，有一些门不是你可以跨得过去的。那座寺院，居然现在还在。的时候你不在，我在的时候你没来，我怕你忘了回来，不记得我在。你就像天边的云彩，我无法将你拥入怀，陪你看的那片海已不复存在。却没留下任何可能，在前世擦肩而过真心的人，回忆还残存。我们缘定今生，情分确定在了前生，用痴心等待，何必再走一程，也不负我的真。